上真高赞，欢迎收看今日1月7日台起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今来关心伫今日透早要3点，新竹县新埔的远东新世纪纺织厂发生爆炸，造成2个员工死亡，14个员工轻重伤。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也不事故原因也在调查。消防车甲救护车的警示声音，伫咧暗时听起来更加响。伫新竹县新埔镇的远东新世纪面六厂8厂。今仔透早晚3点时阵，敢若是顶炉爆炸导火，工厂内面一直有烟呛晒。当地附近的民众讲，伫半暝时阵有听到正大声的爆炸的声音。目前的话，我们所了解是在大约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因为在我们的一些保温管路发生气体泄漏，而产生一个气爆，造成一个公安的意外。爆炸威力正大，造成厂房内2位员工死亡，也有真侪人轻重伤。详细伤亡，也有是毋是也有人伫咧内面，怎么也有伫咧统计。到透早4点半，火也未熄，消防人员继续拍火，要把握黄金救援的时间。目前所知道的话，是有2位本国籍的员工罹难，总共有14位的话，包含有10位外籍的员工。这个已经送到附近医院就医。那其中也包含2名本国籍的女性员工。对造成大众的惊吓，厂内主管对着媒体镜头行礼会室内，强调会对罹难也有受伤的员工家属加强抚恤慰问。远东纺织厂去年11月一度发生火警的意外，民众讲虽然火拍花，也过也是真臭。对连续发生火警公安事件，相关单位也正在调查火灾原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若昨昏有一只伫云林外海讨海船只发生2个船员无细之跌落海死亡，一个是中国渔工，一个是印尼渔工。也若死亡的原因嘛正在调查。嘉义保地港东山码头电火光影下，海巡加警察、消防人员拢已经伫咧岸边传好势，等渔船挖港。因为最5日到4点外，一台渔船吴姓68号发生2位船员坠海昏迷意外，分别是中国甲印尼籍的男性。渔船上有2名船员在海上作业胜任。据船长表示，2人皆男性，分别为大陆籍与印尼籍，约30岁，约在16时许落海。渔船挖港的时阵，稍有歹消息，2位船员经过救护人员评估，拢已经明显死亡。代志发生迄当阵，渔船正伫咧云林3条轮海峡外海作业，敢若是风险伤大，2位船员无顺利坠海。虽然船顶的人随着甲人救起来，也毋过真不幸，这2位船员也是救袂断。渔船靠岸时，评估2名船员已明显死亡，后续交由海巡人员及远警处理。这代志，这台渔船是台湾籍，到底代志是安怎发生的？警方即马要问船顶所有人的讲法，进一步调查，查清楚代志发生的经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昏南海公路摩天路段有石头放落来，造成双向无法度通车。另外，测试的是伫竹东122县道，嘛有大粒石头连落来，险险去击着警察甲民众。这2件事件判断拢是因为最近有地震加上烈落雨造成的。我明仔载伫山道看到惊人的情形。大石头连落路面，发出正大声音，土山飞起来，碎石头一直连落。在场民众的环境马上回头向命铁力差点被弄伤，场面是真惊险。本件落石坍方所幸无人受伤，目前已清除完毕，并恢复通车。这是在测试暗时7点外，新竹县竹东镇112县道79公里的所在，向有石头连落。县政府初步判断，这所在是地质研究部分海风化加上最近地震，这几天各路大雨，这个因素造成土石连落。刚刚我的车就在那边，然后这边看，然后我想说，录一下好了，没有录5秒钟。落石就整个就下来了。我也请新竹县政府能够去评估民隧道的一个延伸。这条路条条路少，当地民代建议沿湖替代道路，或者是起民望康丰富。不过县政府回应初步建议用行光，或者是暂缓这措施补强。安内情形，南海公路也常常出现。南横公路155K 加200立园路段及161K 加100摩天路段，自春节连续假期以来，受地震因素
及天候因素影响，不定期发生边坡落石情形。关手礼拜六这连来就头，南横公路真侪路段，春节假期真侪摆开放各封路。下午早起6点半，摩天路段各路走，阻断双向道路通行。早起搁要落雨，高公局表示，西街山区道路可能风险会增加。东北季风还有风大的时候，也有可能发生落石。进入山区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说，前面是不是有石头还是掉落。山区车路常常石头连乱，虽然环境真复杂，但过地动天气不稳定这因素，拢提悬土石松起的可能，在地山路都要较注意咧。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日寒流已经减弱，不过各地头的早暗也是感觉会较寒、较凉冷。咱来看分图。今日东半部桃园以北甲各地头的山区会落地渐雨，其他的所在也有外岛云嘛会较高。温度的方面，气象署早起有针对苗栗、高雄发布低温特报。也若中部以北、东北部今日低温是11度至13度，其他的所在是14度至15度。日时开始，高温伫北部是17度至19度，中南部甲台东是20度至24度。提醒乡亲，伫明仔载，阁有一波寒流急速的第六冷气团会入南，各地头温度会阁开始下降，而且即届会寒到后礼拜一。即马是葱头大出的季节，不过伫高雄林园的葱头，因为旧年小连续做风台，葱头栽啊死了了，今年葱头的产量有减4成。像这拢歹耶，这拢歹耶，还袂大。农民比着产地的葱头，带大家看今年的失收状况。那大细粒差真济，其中大部分的葱头拢因为旧年小连续骨落的风台，也被大粒拢已经烂伫咧田底。农民讲，林园的葱头拢是10月左右开始种，不过风台将栽啊拢扫了了，若买无栽啊，和种作的面积剩一半，风台扫无去的嘛拢消长去。安尼产量安尼甲以往安尼差起来差偌济？差这啦，差有一半无？无一半连一分嘛，要差分要差正落啦。你大概逐年安尼啊，3区加起来当收偌？我本来爱栽5区的，结果无栽啊，拢栽3区哪一阵？林园区公所表示，林园的葱头面积原本有101公顷，因为风台只剩65公顷，去年的产量有5500吨，预估今年可能剩3250吨左右，失收将近4成。有农民今年因为抢无栽啊，所以换布条啊。林园葱头也因为风台产期延后到过年了，才刷刷开始采收。原本应该正常采收期是当时啊？正常，差不多在过年前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采收。啊，今年为什么较慢啊？因为待种子发布起来嘛，然后再重新再用一次，也要等土地干了才能再工作。做些人看天食饭，农民讲这水葱头连本钱拢收袂回来，因敢若希望天公伯啊会当斗3工，互今年的气候会当较稳定咧，莫互农民食歹趁食。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因为委员人数即马无到一半，造成电信事业换照服务袂叮袂当。今年顶半年有37间业者有换照的需求，其中包括无线电视台内底的台视、中视、华视公司，也有无线广播公司 ICRT。若是伫6月底进前无换到新的牌照，有可能就无法度播出。继续关心联合报。人讲是算点钟的看护义工，也合作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试办计划，最近就会公告试办的单位。因为劳动部已经通过6间会当来试办，伫北、中、南、东拢有，上紧伫3月底来开始实施。因为这6间试办单位计数拢有差，有悬有低，一届试点钟计数是对1000块到1250块不等。来看中国时报。新竹的德北有2个健身教练，去年8月份去照顾同事拜托伊照顾的2个囡仔，这2个囡仔无满6岁，才细汉，不过因煞甲囡仔凌迟苦度，搁翕影片世界团，互囡仔去捉车，搁甲囡仔吊起来拍。新竹的检方昨昏甲因依法起诉3个人，要求2个健身教练爱判重刑。因那2个防收押的健身教练，分别被以100万甲300万交保限制自己。
嘛是一款暴力。这是台南新兴病院有一个替人挂号的柜台人员，指控讲病人甲伊侮辱、无理性反逼吧，尾安呢是报警察才甲代志解决。伊是认为讲，面对病人这款暴力行为，干那保护医术人员，却无保管因一般行政人员是真无合理。伊嘛甲这个过程写伫网络，尾啊伊佫讲病院要求伊甲文章摕掉。查甫人指柜台内底挂号行政人员几分钟进前，伊甚至摕地址单向内底拼，因为被对头急诊甲诊断证明书的钱，警会护理长警方陆续到场，代志才结束。毋过事后行政人员控诉护理长告知医疗暴力只保障医术人员。医疗法只保护医生、护理师、医师人员，没有保护我们行政人员。我的部分，如果说我真的觉得受伤害，我只能去提告。然后，但是他就一直劝慰说，为了这种人不值得啊。当事人本来想要扫扫起所发现，伊来检讨，将主要原因怪罪伫伊身躯，为证明自身受暴力威胁，向对方提告了后，并且发文，病院一直要求提掉。所有的伤害都减到最低，所以我们会希望他删文，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强迫他删文，我是建议他删文。对，完全就是站在建议的立场，希望他删文。医方解说要求删文是建议无强迫，会搁强化同事的沟通技巧，也强调第一时间就向卫生局通报发生医疗暴力。只能回归到最原始的刑法。那刑法跟所谓的医疗法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个非告诉乃论，警察可以主动介入调查。另外，以及相同事件在相同的刑责下，它会比原本的刑罚来得更加严重。后续的话，这个案子会到检察署去，那检察署等下判决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后续的一些处理。台南市府回应专函已有检警侦办，病院表示，依赖同事拢会予因充分的保障，这代志已经提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菲律宾众议院昨昏投票通过副总统萨拉杜特地的弹劾案。众议院的弹劾案的指控内底是讲，因副总统违反宪法，反背公众民众的信任，还有受诬洗这罪名。306个众议员内底有215个人投赞成票。若是安尼，即马萨拉杜特地有可能就成做菲律宾史上头一个红弹劾的副总统。Having been filed by more than 1/3 of the membership of the House, or a total of 215 members, is there any objection? The chair hears none. The motion is approved. 伫咧菲律宾360个众议员内面，有215个人支持，超过1/3的条件，通过菲律宾副总统萨拉杜特地的弹劾案。众议院的弹劾案指控伊滥用几600万美金的公款，也佫威胁要暗杀总统小马可士。虽然萨拉杜特地否认指控，讲是被政治报复，也是有真侪人伫咧国会外口支持国会通过弹劾案。Isa kami para sa pagpapanagot kay Sara Duterte, no? At kamakailan lang, kanina lang. Marami pang kailangan kausapin at magpaliwanagan at kaisahin ng mga kabataan, hindi lamang mga kabataan kundi iba't iba pang sektor para tuluyang mapanagot si Sara Duterte. 去年11月，萨拉杜特地伫咧一场记者会，竟然讲，若是伊家己被刺杀身亡，伊请的刺客将会暗杀总统小马可士加第一夫人，一个众议院议长罗姆德斯丁人。杜特地加马可士两大家族，加透过政治联名，伫2020年大选摕到压倒性的胜利。这嘛，总统加副总统的矛盾是公开化。This said impeachment complaint against Vice President Sara Zimmerman Duterte, and consistent with our rules, I move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be directed immediately to endorse the same to the Senate. 因为菲律宾总统的任期限制1届，所以大家拢认为萨拉杜特地是后一任总统的联盟连选。这么弹劾案将会交予24位参议员审理，然后2/3的参议员投赞成票，弹劾案就会通过。到时萨拉杜特地将会成为史上第一位被弹劾的副总统，也会取消伊未来担任公职的资格。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同款无平静的也有美国。美国伫昨昏有几个所在城市拢有民众行上街头抗议因的新总统川普上任了后有几项无妥当的政策，内底有一项是包括巴勒斯坦人永久性转移到别个所在安置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嘛引起国际社会甲国际组织的关心。因为白宫东港对外说明的时，已经甲
永久转移改做暂时。在美国德州的奥斯汀，示威民众赢到川普是一个歹消息，顶几落的反对川普的标语，最高全美国几落的州将成为示威民众发动50个州公布抗议的活动，谴责川普的移民打击政策，对跨性别权利的倒退，也有将几60万巴勒斯坦人共赶出加沙，改造做中东为难海化的提议。إذا بحاول يهجرنا. 国际社会甲组织对巴勒斯坦人未来命运正关心。It is essential to avoid any form of ethnic cleansing. This land does not belong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to Israel, for that matter. 川普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白宫见面的时阵，讲美国将要接管加沙，国际社会拢惊到，要让白宫伫记者会做说明。President yesterday used the word permanent for permanently resettle Palestinians. I hear you saying temporarily today. Is that a shift or a specific change that you want to highlight? And the president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y need to be temporarily relocated out of Gaza for the rebuilding of this effort. Again, it's a demolition site right now. It's not a livable place for any human being. When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his taking over Gaza policy yesterday, was Netanyahu aware of this, and what was his reaction? Whethe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as aware before the president's remarks, he was indeed. 包括埃及甲约旦在内阿拉伯国家拢表示拒载川普的提议。所地阿拉伯正罕见的透明发声明讲，因也未接受，并且重申，若是无建立包括加沙走廊在内的巴勒斯坦国，所地阿拉伯甲以色列的关系无可能正常化。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另外，美国对2月初4开始已经针对中国商品加扣10%关税，中国嘛无咧落软，嘛讲对初10开始要进行反制。外界即摆就惊讲会变做全世界的贸易战。美国总统川普伊是表示，伊嘛无赶紧想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谈。美国对中国加扣10%关税了后，互中国决定为初10开始对美国采取反制行动，会对美国进口的原油、农业机械、皮卡车，甚至是煤炭、液化天然气等等，加扣10%到15%的关税。另外，佮会对电子产品、军事装备、甲太阳能板等等相关25款真碳的款的金属产品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外界预测双方会透过电话会谈讨论一直升级的新的中美贸易战。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无着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Any update on when you would speak to President Xi? No, we'll speak to him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I'm in no rush. 对于新的中美贸易战，美国上海居民烦恼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影响真大，时间若久会引发中小企业员工收入减少，生活条件变坏，才会连锁反应，中美关系嘛继续恶化。好的，因为它也不光针对中国，它对中国以外的刚才说加拿大、墨西哥等等，它的国际关系也会变差。所以我想最好是能够有没有办法，就是两边走一个合作共赢的路线。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反制措施真有限，会当看出中国想要甲川普做谈判，来避免全球两大经济体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中国嘛想要做出来拍开过去欧美对中国的技术甲贸易的限制。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韩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就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出示公民权。这项有争议的行政命令签署了后，伊虽面对多项官司。马里兰州的联邦法官波德曼今仔日有可能会以违反宪法这个理由阻挡这项命令来实施。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嘛有签署行政命令，讲美国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即马阿根廷嘛宣布要对咧做，要退出 WHO。阿根廷是表示，因为 WHO 伫 COVID-19 的疫情期间欠缺独立性，并对危机伫卫生管理方面做无好，所以因才决定要退出。另外，韩国的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对外表示，顾虑国家安全，因要暂时禁止员工的电脑去使用中国人工智慧 AI 新创公司 DeepSeek 应用程式，等于是韩国嘛要加入禁止 DeepSeek 国家之一。继续关心艺人大 S 因为流感引起肺炎不幸过往，造成民众是真惊吓。最近有人就伫网络顶传乌白假讲，总共有要出国爱戴先去买先穿好流感专用药啊。若昨昏，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就赶紧出面召开记者会，警告民众唔通乌白买药啊、食药啊，才袂出现抗药性。
另外，即马咱国内因为民众烧钱要煮预防车，根据疾管署的统计，2月初是一天就煮73000吨的公费流感预防车，目前剩无9万吨。民众沿台中市中西区卫生所外围咧排队，人真是拖几若10公尺，拢是要来做流感疫苗。要出国，用在快煮啦吼。嘿，较保养。那台中、高雄一寡诊所嘛出现赶要做流感疫苗的人，早起较无8点多人来挂号。我刚刚打去大医院问，自费跟公费都没有了，下个月要去日本。48岁艺人大 S 市议员最近去日本佚佗，因为得着流感来死亡，引起民众对着流感的惊讶。若赶要做流感疫苗，最近嘛乱糟糟，甚至网络流传有医生建议民众出国进前会当自费准备流感抗病毒的药物。对此，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初5下晡召开记者会警告讲，民众千万唔通乱囤药、乱食药，因为一般人无法度辨别家己是毋是得着流感。若家己用药的人伤多，病毒可能会有抗药性，而且若是囤药，可能会影响到需要用药的人。那如果今天大家都囤药的话，会排挤到真正需要用药的人，他会找不到药物可以用。另外，专家嘛建议政府应该参考欧美等先进国家。采购有加做这等加强型流感疫苗，假做60个以上时代的公费疫苗，保护效果会较好。他打疫苗的人，打这些疫苗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包括心肌梗塞，包括急性心衰竭，它的比例都降低了。那至少我看了很多研究报告，至少都有30%以上。佐剂或是高剂量的一个流感的疫苗的一个效益评估，我们目前还是持续在做效益评估当中。疾管署强调，加做这高剂量等加强型流感疫苗，已经向医药品查验中心 CDE 提案，协助分析成本效益。也若公费流感疫苗，随时住的人国在冲关，全国一天做73万剂。目前敢若剩9万外剂，自费流感疫苗是阁有40万剂，民众若需要会当去问医疗院所。记者综合报道。代替昨昏开董事会有通过代替票价的调整方案，董事会已经同意会当平均起26.8%。台北到高雄的自强号的车票是对824块，按算起到975块。因若底度用 T-Pass 的民众拢无受影响，代替即卖会甲即个方案提报交通部去审议，尾也爱经过行政院核定。30年无起价，火车票即要起价啊！初五下晡，代替董事会经过2点外钟讨论，最后决定以合理的利润0.36%计算，加上愈远愈减价优惠做法，董事会同意平均票价起伏来到26.8%，超过一年票箱收入应增加47.15亿。公共运输其实很多啊，大家如果觉得票价太高的话，他们就会搭其他的。我们也不希望企业赔钱嘛，对啊，我们其实多个1点钱，其实也对我们来说，其实不会影响到生计啊。新方案计算底度的台北到邦桥区间车票价由即阵的15起到22，我郡台北捷运同区间的票价25块，不过使用 T-Pass 的通群组无受影响。台北到台中自强号转375起到501块，台北到花莲起价了后，我郡600块，北高自强号由824块调到975块，票价也是在1000以下。1到3月的平均每日大概13.58万，没有调整之前呢是大概5.68亿。假设调整后呢，会增加2.8亿出来，就是政府要补贴的是大概2.8亿左右，并没有调到一个能够让我们的票价是处于合理，而且是能够来跟我们运输成本打平的话，只是让交通部对于台铁有票价调整需求有个交代而已。代替产业工会认为讲，根据立法院核定的代替票价公式，合理投资的利润率是3%到5%，烦恼最终通过是以0.36%计算方案，对提升整体收益效果有限。工会也呼吁，除调整票价加资产开发，再增加收入的做法以外，嘛要思考提悬现场员甲台务，才法度甲人留掉咧，避免因为欠人而影响营运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伊路卡入去捷运站，伊无坐车，伊是伫站内含人开讲，讲1点钟。啊，若出站的时，伊叫路卡是发现讲伊互收40块，伊真不满，全走去理论。台北捷运即马表示，伫同一站，若是无要互扣钱，上济敢若会当伫内底点15分钟，违反规定就要加收20块。路卡入站坐捷运正方便，不过台北捷运有一项站内条款，就连普通时定下坐捷运的乘客拢无啥知影。竟然有民众因为伫咧站内时间点伤久，遭到天罚性扣款。新北市有一位女性，暗时路卡入去台北捷运的南山府中站了，无坐车，时间出来人伫咧开讲，讲点外钟，无想到讲出站时阵被加收费用总共40块。伊感觉真无合理，找站务员理论，甚至讲要报警。15分钟时间应该是太长了，为什么他要在站里面15分钟呢？我觉得没有，应该是不要扣啦。但是1个小时，我觉得应该要扣，比较对，因为有的人在这边聊天也会影响别人的安宁啊。原来台北捷运有规定讲，伫同一个站内面不应该停留超过15分钟，无共站是2点钟。那超过就要扣20块，而且是算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民众利用进入捷运站，再搭乘这个捷运到其他站，但因为没有出站，就再返回同一个车站。在这种状况之下面，虽然有使用到我们捷运的这些讯送，可是呢，实际上却没有支付相当的对价，因此造成了不当得利。嘛是台北捷运就连代替要站内限时的规定，旅客爱伫咧到你到的所在了10分钟内就要出站。那么将会依照复兴号至少的里程票价来收费，一人加收15块。所以提醒民众爱注意时间，才袂互人扣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网称进前是表示，咱台湾有20万人有摕中国的身份证，而且佫讲咱台湾有办中国身份证的所在，引起外界的讨论。内政部即马是表示，网称的数字是有缺陷。经过调查，目前内政部有约谈30外人，不过真正有掌握到北中南有3间到5间的公关公司会当协助代理办理中国的身份证。李东宪还有苏施恩，他们2个台湾人，中华民国国民，已经拿到了中共的身份证了。网红北上进前讲，台湾有20万人领中国身份证，而且伫台湾也有申办据点，引起讨论。伫经过调查了后，内政部长刘世峰指出，这下北中南有3到5间公关公司协助代办中国身份证。我们发现到说，北中南都有所谓类似的公关公司或是咨询顾问公司，在帮忙人家办。那我们再查，看他有没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概有3到5家左右。到底有偌济台湾人有中国身份证？刘世峰讲，网红数字有点含糊，目前约谈30人左右，而且一共3人被注销台湾户籍。台湾的户籍跟住在中国的户籍是互斥的，所谓的户籍是你的居住所在地，另外一个国籍的部分也是互斥，所以呢，这2个呢我们都会查哈。那有确定清楚的被取消户籍之后，他可能接着下来他在台湾的健保，或是台湾的这个国籍，或是他的旅行文件，我们就会分别通知外交部跟通知卫福部说。刘世峰表示，民众若被发现有相同户籍，内政部会问要保存倒一个，原则是干来用一个，尤其是民事代表，若无伫期限内底回答，就照咱的法律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检方即马查出有业者受中国的指示，伫咱台湾设地下钱庄，专门是针对手头较暗的阿兵哥，要利用金钱来甲诱拐，爱因摕军事机密来换钱。目前主嫌是当在走路，因若互吸收有3个阿兵哥，检方已经违反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才同罪甲因起诉。有地下钱庄涉嫌吸收现役军人，渗透空军雷达站。桥仔头地检署负责侦办，掌握姓黄的查甫人收到一个叫做用过的中国查甫人指示，伫台湾开地下钱庄，伫网络顶细野放款的广告，超工上阵管要用钱的现役军人，若是中意的价，再搁诱拐官兵交付机密资料，会当拄小领奖金。总共有3个空军地群的军事官方吸收，包括空军7连队单上尉、2连队单上士、雷达中队副上士，牵涉泄露汉光演习、定地部署等机密。那么少部分人因为利欲熏心、背叛国家，这些行为啊是令国人不齿
也必须受到唾弃的。国军也会持衡的反情报教育跟速谍的专案清查。哪些人会出入不良场所，会接触到相关的诱惑甚至于被掌握了小辫子，从此为中共所用他们都有一套的模式。检方案2023年12月到2024年9月之间，借用3届41位的搜查行动，目前涉案的主嫌在逃无够案，检方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保护法这等罪，起诉嫌犯的小妹各3个军事官。国军这几年定定发生中国间谍案，中国的部署真多，去年嘛透过公庙黑社会吸收现役军人。要求请军方提5000支去导航的芯片影片，用机密物件换钱。军事专家分析讲，中国透过低成本的渗透行动，吸取欠钱的国军基层干部，除了探军情嘛，打击国军形象。他可以布很多网嘛，然后这边收集一点，那边收集一点，然后他回去再整合分析，这样一定也有相当的情报价值啊。那你刚刚说这个成本很低，的确啊，这个成本不会很高啊，几万块、几十万。我看上百万的都不太可能。李委员认为，国军政战人员应该要注意官兵的财务状况、生活习惯，敢有出入不良场所去当作目标。专家嘛呼吁要加强保防宣导，广播回应讲会加强反情报教育，缩减清查。记者综合报道。过去咱台湾的龙虎斑有病毒的问题，所以一直无法度销去日本。但是双方经过8年的谈判，即马透过科技检验报告已经无问题，嘛消除日本的疑虑。昨昏头一批要挖山洞的龙虎斑已经销去日本。准备了，台湾龙虎手举牌啊，大声喊口号，第一批要外销日本的屏东龙虎斑，总共2吨8，正式上货柜要送去日本。农业部表示，成功拍开日本市场，代表的唔那是加一个通路，嘛互台湾的龙虎斑唔免阁受到中国的牵制。因针对各国的食食习惯，定做无同款的产品，要互龙虎斑销去更加侪国家。我们不是产了这条鱼以后，然后到处用这条鱼去卖到哪边去？我们现在开始要什么？要客制化，要从需求导向的方式来客制化我们市场需求的一个鱼。要行高级路线，都爱付出更较侪努力。渔民讲，亲像这边日本爱的是龙虎斑的鱼排，规价是6斤以上的大鱼来加工，甲出口中国的比起来，爱加持1-2年。虽然成本增加，不过收益也是提升。过去台湾石斑拢是靠外销中国，即卖中国市场已经占无一半。当然，如果依赖单一市场的话，其实会蛮危险的。那当然是我们希望说可以开拓更多的市场，比较欧美，像欧美的话也是吃鱼排的部分。那我们也是慢慢的一直拿一些国际认证，还有就是像不同的检测、不同国家的要求，我们希望说可以进到不同的市场去。屏东县的龙虎斑产量占全国大约4成，当年有7000吨。头一批去日本的2吨8只是拄开始，因也期待后续会当开拓更较侪市场，将台湾的龙鱼产品销去世界各国。记者柯家如柯昭阳，屏东采访报道。今日正月初9，旧历的正月初9天公生，昨昏的子时就已经有真侪人拜天公，一若昨下晡嘛真侪人去买物件，去款拜天公的物件，因为即马而且伫昨暗，这糕仔饼店甲天公庙拢是透暝无休困。寿桃红菇粿牵仔条排甲满满是，糕饼店也陆陆续续咧补货，甲奖品款互齐全，准备迎接这礼拜4正月初9传要拜天公来买的人客。对拜3下晡开始，都有民众来款物件，看甲一箱甜甜，准备要付11点子时去拜拜。你买偌济物件？1990。啊，你买啥物款物件？迄个唔认得啦。寿桃啦，面菇鉗啊，马死去。为着要祈求新的一年好运平安发财，现代拜天公的物件愈来愈多元，亲像发财金、糕仔、求事业、步步高升等等。糕饼店也表示，拜天公古早咧上基本需要传的就是米菇、鉗仔条、还有红圆这3项物件。这是米菇，嘿，就是长寿的意思，长寿龟嘛。啊，这个钱啊，古代的钱，就是把那个钱带回去啊，你就是拜天公这样子啊。啊，这个是圆满的意思。哦，
团圆圆满的意思。有一寡民众伫拜三下晡就先来到上山奉天宫提早拜天公。上山奉天宫也表示，普通时拜拜上界大成拜的，就是天公祖玉皇大帝，这是对古早农业社会的传落来的，代表对天公祖的尊敬。天公祖就是伫咱台湾人心目中就是讲，你也拜拜的人拢知影讲，这就是新界上大的。玉皇表示，过去农业社会较早的人拜天公上主要拢是追求规家伙仔平安顺遂，拜天公分做顶下道，顶道拜素的，若有错的行李会放下道。对旧历正月初9子时，也就是拜三暗时11点，就会使开始拜天公。天公庙和附近的糕饼店对拜三开始透暝无休困。玉皇也提醒民众拜天公这天爱讲好话，避免对天公祖无尊敬。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咱讲元宵进前拢是过年，今年新北市平溪的天顶节2月初8到2月12这2天会举办，所以拢有交通管制。新北市交通局是表示，今年有安排100台的天顶专车，计共有8条路线，好让民众若是要去平溪建基节大众运输。当年元宵会有济民众来到新北的平溪放天顶。今年的新北平溪天顶节是伫咧2月初8，还佫有2月12这2推出哦。所以讲，伫咧新北市这边交通局为着要疏运旅客，原来是有准备天顶专车，要互民众。第一梯是伫平溪国中，第2梯是伫10分广场，为着避免车阵塞甲规世界，所以有交通管制。因来专车路线当中有8条，从目沙动物园随风火车站顶自早起9点开始就通坐车。新北交通局表示，今年拢总有安排100台天顶专车，建议民众给运用大众运输。是到了106线的部分，以及那个台二丙的基辅路段的部分的话，都进行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段的部分的话，是上午10点到晚上的11点。一般的汽机车的部分的话，都是禁止进入的。那可能就是要请民众，就是依照现场警察跟义交的指挥来做行事。其实去年平溪天顶节过以后，新北市府有甲在地团体合办竞选活动，甲条底树啊、落伫溪底的天顶扣好清气，拢总是变出超过160公斤的天顶甲粪扫。在地社区表示，若天顶节事实上逐个月因拢通扣100多公斤的量起来。比如讲，挂伫树啊顶较悬的，还是山边吼，迄阿姨啊因无适合入去，迄就爱等。进山这个活动吼，大家少来去斗扣挂安尼。大概这步道5-6礼拜轮一摆嘛，迄扣拢100外。环保的天顶就是较袂造成用拄我讲的掉咧树仔顶，还是咧那个河流里面安尼啊，对环境嘛较好。在地社区嘛指出，虽然有民间组织发明环保天顶，拢是怎做的？伫咧天顶就通完全烧掉。不过因为价钱比一般天顶贵1倍，加上和在地沟通做无够，价卖的店少，推行无介顺利。但是原来有民众表示，为着卖老本事互当地，要是会愿意加开一寡钱来买环保天顶，为环境尽一份心力。记者卢尚珠、郑俊佑新北报道。因为后礼拜就要开学啊，根据家扶基金会的调查，因服务的家庭内底有9成的家长拢会烦恼收入不够，无法度应付开销，尤其是要开学进前囡仔的册钱。中华的家扶中心对30年前开始，因就伫元宵进前举办高顶义卖活动，希望替囡仔来总学费，希望互弱势家庭的囡仔会当安心读册。买灯笼做爱心。义工伫车路边画玲珑卖糕仔灯，要替弱势学生总学费。路过民众有人停落来做爱心，也有人是专工来买糕仔灯做公益。我逐年拢会来这买啊，对啊，因为就是感觉你做善事，所以我逐年拢会叫，唔是我来买，就是阮兜的人会来买安尼。嘿，今年应该算第7年啊，希望讲阮今仔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咱家扶中心的小朋友这小朋友会有一点仔温暖安尼。中华家扶中心表示，因目前辅助1737个家庭，大约3000个弱势囡仔。后礼拜要开学啊，学费一直是弱势家庭真重的负担。中华家扶为30年前开始伫上元暝举办糕仔灯的义卖活动，替囡仔总学费。主办单位今年阁特别借1台牛车，彰显当年杀牛车卖糕仔灯的画面。这个活动伫我38岁的时阵，到即马一直继续
每一年拢伫这个所在来卖着这个古仔丁。咱每一年元宵卖这个古仔丁，收入差不多300多万，最后来冲这个助学金，这个真重要，希望会用冲破300几万、400几万，对咱这囡仔读册更有帮助。今年的义卖活动为新历正月20开始，伫中华县内计共有40个义卖据点，希望募到400万的助学金，目前募到50多万。主办单位表示，过一礼拜就是上元暝咯，希望民众同齐来买古仔丁做爱心，互6岁囡仔会当安心读册。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元宵夜古丁嘛爱食元宵圆，也毋过有专家是提醒讲，要食元宵圆就爱注意血糖，因为元宵是糯米做的，内底佫有包鸭，拢是甜不的物件，毋通食伤济。那国健署嘛建议，有讲有提供30岁以上民众补助，鼓励去做健康检查，定期了解家己血糖的状况。一粒一粒白泡泡的元宵倒入去鼎底，准备要煮。后礼拜3就是旧历正月15元宵节，民众拢会食元宵。不过专家提醒，元宵不管是甜的也是咸的，外皮的糯米内底包的鸭糖分拢真悬，建议一摆唔通食超过2粒，要无血糖可能会升悬。比如讲，咱在食的时阵，咱的迄个均衡饮食嘛，真正重要。毋是讲干那讲食这个元宵食到饱，最少比如讲，咱来做一个甜点来使用，咱量就袂食真济。而且咱平常时的，不管是你的青菜的量一定要有够啊，还是讲你的迄个蛋白质啊。国健署讲，管理血糖才通避免糖尿病。糖尿病是国人10大死因之一，台湾大约每8个人就有1个人有糖尿病。国健署有补助30岁以上的民众做健康检查，了解家己的慢性疾病风险，也通及时发现糖尿病这款初期症状无明显的慢性病。那如果说有吸烟，还有饮酒过量、缺乏运动、高血压、高血脂，都是糖尿病的危险因子。那另外呢，其中如果有以下任何的2项因子，包含腰围过粗啦、血压偏高、空腹三酸甘油脂偏高、高密度胆固醇偏低，好，然后再加上血糖异常。那就代表已经有代谢症候群了，得到糖尿病的风险也将比一般人增加到6倍。国健署建议民众为了避免糖尿病这款慢性病风险，除了食营养要平均，也要控制饮食，尽量少盐、少油、少糖、高纤维。另外，要惯势运动，建议每礼拜至少运动150分钟，维持身体健康。记者郭宝根、林玉凯台北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为着要鼓励少年家回去故乡来发展，云林县政府对3年前开始就有提供少年家创业的补助金，今年的补助又搁增加，微型创业上济会当补助50万，也若专案型的补助上济会当摕300万。甲云林在地生产的米加工包装，增加市场的销路，佮有拍铁啊做砖塔，嘛会当在人设计真做文创艺术品。按照桌顶摆的每一卡手指，嘛会当透过 DIY 家己动手做出来。然后我们主要是 DIY 的银饰以及钻戒的定制。然后我们现在人次非常多，人流也非常多。然后我们在过年期间，建国一村有满满市集，非常多的人都来逛市集。为了要鼓励少年人创业，云林县府3年前有企业关节药开办青年创业补助，提供户口伫咧云林县20岁到40岁人创业资金补助。今年佫增加甲微创型本地补助30万，有悬到50万；专案型本地上悬200万，提悬到300万。那不管是农业或者是烘焙类，或者是我们有做金属类的，那比较特殊的还有像我们有办抓周活动的，相关的一些青年，都参与我们相关的一个青创的一个补助的部分。为着要甲在地青年劳力，县府提供创业补助金，会当用伫咧厂房、设备等等的投资，透过专人辅导甲课程的资源帮助，3年来顺利辅导37间青年业者创业，类型有农业、文化创意、运动休闲等等的无同领域，希望鼓励青年留伫咧家乡创业。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国际册展，即马长伫展览，伫昨昏嘛有台东甲台南5间国校的学生囡仔去到现场，因拢是创作者，因去遐分享因家己为故乡创作的故事册，伊嘛甲这故事变做戏剧搬互大家看。
人家滴滴，阿滴水花擦擦滴。台南家乡国小的学生同齐唱《阿爸牵水牛》这首囡仔歌，扮演早期伫台南家里有糖厂5分仔车同齐去甘蔗的记忆。这个故事拢是国校师生家己记录、画图做家乡特色绘本。学生囡仔也因为这个机会深入熟悉家己的故乡。阿嬷的生活就是以前大家拢会种甘蔗，然后上课爱坐5分仔车。透过这个演出，我了解家里乡的甘蔗。国校校长表示，参与儿童家乡故事绘本创作计划，让囡仔了解早期时代的生活记忆，还有亲像台南咸水的小石狮、教堂，拢是在地的重要文化。很多家长拢会甲阮分享讲，哦，原来咸水的发展是因为安尼来的，因为为的爸爸妈妈嘛无了解。我感觉讲，透过这个计划，互咱囡仔会当认同咱这个地方，哦，咱讲爱去先去了解、认同、来亲近，哦，对咱这个所在，以后嘛当发挥伊要保护这个社区，要甲这个社区发展起来的这个乡土的感情安尼。绘本创作计划是由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策划，目前已经执行16档。拜三伫台北国际册展现场分享台南、台东总共5间国校创作的家乡特色绘本。基金会也表示，希望透过计划鼓励国校的师生实际行达家乡，认捌家乡的人文、产业、地景，做伙甲充满特色的在地元素，用文字甲画笔记录落来。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新德公园内底有一只鹅，叫做鹅宝，伊是真活泼，阁袂青分，民众拢真介意，三不五时会去甲影一下。不过呢，有民众伫过年的期间发现讲，这只鹅胖见啊，支付表示目前是还未收到通报，会加强去巡视。古锥的模样受到大家欢迎，阁会甲民众做伙运动。这只名叫做鹅宝的鹅，原底拢生活伫新德公园内，是公园内真得人疼的明星动物。不过，民众过年后煞拢找无伊，很可惜啊！一只可爱的鹅，希望它赶快回来，对，不要变宠物了。它那个背上好像不大一样。很漂亮嘛，一只。对啊，后面我上次那时候过年前有看到就对了。对啊。当地里长讲，新德公园过去特别发生过动物失踪的代志，希望市府重视治安的问题，因为也有真侪民众会来散步。公园的安全真重要。出入的时候，都会有热心民众会喂它吃白吐司，就发现说奇怪，怎么好几天都没有看到，然后就打到里办公室这边，就是说请我帮忙协寻，希望说他们重视治安的问题。另外，灯坏掉，不管是线路还是什么问题，灯一定要亮。这个现在是动物，哪天如果是人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市府目前暂无接获鹅宝受虐失踪通报，后续市府将加强巡视与管理，以提升园区公共安全。市府指出，新德公园算开放性的场域，内底动物大部分拢是民众来这放饲，不过平常时拢有人负责清洁工作，未来会阁加强巡视，提升公园内的安全。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再去看世界，咱甲镜头来去意大利。意大利威尼斯的玻璃工艺是对西元8世纪就开始发展啊，主要是集中伫穆拉诺岛，当年拢会举办展览，互人来看到世界级的创作。温河边玻璃塔内展示美丽玻璃艺术品。意大利威尼斯是全球有名艺术之都，除了有名大分区，圣马可教堂这景点，当地玻璃艺术同款有1000年历史。特别是穆拉诺岛是玻璃制作艺术，应追溯到西元8世纪。穆拉诺岛各有玻璃岛的名声。Penso che Venezia e il vetro si sposino benissimo dal punto di vista. Fa parte del nostro bagaglio, della nostra storia, della nostra cultura. Se mi permetti, fa parte del lusso di Venezia. Venezia ha vissuto nel lusso per secoli. 威尼斯的玻璃艺术制作产业因为烦恼油路的关粉会引起火灾，摧毁威尼斯。加上要保护玻璃制作技术，所以集中伫穆拉诺岛。制作玻璃也真辛苦，师傅爱将原料放入超过1000度关粉的油炉当中，将原料用作液体，搁倒一个模型。造型复杂的作品，拢需要真一人斗阵做。Un lavoro importante svolto da un'equipe durante il giorno, un team, una squadra, come volete.
che però viene preceduto da un lavoro importante che viene svolto anche durante la notte per i fonditori, quindi noi ci troviamo l'amalgama, la materia pronta la mattina。做玻璃艺术创作的师傅乔鲁丹尼，伫这度已经超过40年，是属于一个家族品牌制作师傅。这间家族品牌为1295年开业，到即马已经传承700多年。互人欢喜是，即卖玻璃创作工作者，包括限制伫男性，有愈来愈多女性加入这个艺术创作。But the concentration of talent and skill and knowledge, know-how on one island is completely remarkable. And in fact, we are seeing more and more women operating in the field of glass, although of course women have always been active in different roles in the glass world, but perhaps more and more we see more and more women glass makers and designers too. 威尼斯每年办一场玻璃艺术展，吸引真侪艺术家甲创作爱好者进入都市参加。着展出国家品牌玻璃艺术品，设计师甲游客个人进入当地制作工厂，看玻璃创作大师工作，深入了解这项属于威尼斯真正的艺术。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2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1度，上悬有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1度。外岛10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